离开 Invik， 我哋天天橫跨挪威嘅 E6 公路，向北緯63度去。我去嘅係挪威嘅第三大城 Trondheim。雖然我是500公里嘅差，不過規路都有泰山老好風景做伴，公路旅行也下咪變做另外一種享受咯。大家有看到安江嘅風景冇？我哋條下就係安陽一路上來嘅，等下就會去到挪威嘅第三大城 Trondheim， 佢係一個1800嘅大後山。不過等下還係有7點鐘嘅路上，我哋還係先歇看一下，好好看一下風景真好。雖然我是7點鐘嘅車，不過路況壯麗嘅景色，才係旅途地圖親讚嘅禮物之一。每陪我過一擺感受到挪威本人係做集權天堂國家嘅意義。天天公路邊過山，規路看到嘅春夏秋冬景色嘅變化，一條經典嘅路線，沒想到東到歐洲嘅旅行人對了有了。聽聽旅行嘅人分享故事，每陪我對撒下來嘅旅程越來越期待。天天景色嘅變化，我哋明越來越接近總鋪嘅歷史名城 Trondheim 咯。一隻動有法力嘅大學生，同時咪係旅行嘅人進出北去見嘅大門。來哦，向下來感受一條唔落山嘅法力咯。大家看，呢就係正經嘅 Trondheim。我哋呢，到大家來到呢位，你就做得看到 Trondheim 啦，其他嘅城市係正經都冇共用嘅。然後已經暗晡10點鐘咧，不過啊，你看還有很多嘅人，還有商店都還係開嘅。因為我哋呢，啲呢位嘅時間其實10點就會睡夢咧。故說我係正經動歡喜，有一點夜生活。等下我就會去請我哋嘅鄉親之來，我先來去咯。大擺到一天，挪威人從唔會強強用，上菜為了生命嘅法力，千里流奔上帝送死嘅日時時光。充滿後生法力嘅 Trondheim， 上次都蠻難嘅聽得到 jazz music， 係唔係咪打破你對高維度上司編寫故事嘅刻板印象呢？今晡日嘅鄉親老眼有啲意見擺，來去簽記咯。July， 嗨，香婷嗎？大明星你好，你好，沒有。你就係我哋做客嘅好朋友，雖然我冇看過你，不過我已經在電視上有偷偷研究一下你了。開心，趕快做酒，幫你點好了。謝謝，安之塞。喜歡音樂嗎？不錯哈。還喜歡目前這個城市嗎？我跟你講，我安陽一來啊，我就已經滿心期待。其實你真的很幸運的，因為剛好這次你來是我們那個爵士音樂節的最後一天，然後這間 Live Bar 因為有很多活動，他們幾乎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 band 會在這邊表演。你今天是偷溜出來嗎？因為你談過你已經有小孩了。是，我們家2個小孩，我們剛剛把2個都已經安頓一下。可以讓我出來玩一下嗎？這個城市活動，雙海其實是大學城，然後有大學生，對啊，大家都很熱情，然後在這邊交朋友也比較容易，跟其他城市比起來，然後跟其他國家比起來也是，因為外國人很多，然後學生又多，然後又有高中生，因為現在是畢業季，所以就是活動都很多。那你今天到比較晚，現在10點多，你等一下回去好好休息。那明天我們有一個更大的活動讓你玩。安之塞姐姐，不用客氣，見到姐姐好開心哦。沒辦法，我年紀大了，接下來就有你。特別睇嘅July係做客他鄉是拜訪過嘅老朋友，因為好旅行，總用寫作做理由，沉迷世界各地。工作經歷豐富嘅佢當時喺 Zurich 擔任瑞士清泰線上商店嘅業務經理。3年前因為4年嘅出世，搬到佢老公嘅故鄉挪威，也話就聽聽佢，來認識佢嘅新家鄉哦。在寒天，我哋差不多多嘅時間，我看那邊，我覺得它很像是一個，就是你知道燈火通明，然後就是很熱鬧嘅地方，很繁華就對了，不夜城是不是？你講兩下看起就是一種點青小村莊的感覺，就是這個城市的變化很大。它其實Trondheim，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多樣化，你可以說它是一個小姑娘有不同的面貌。因為我們這邊是大學城的關係，所以晚上其實很多活動可以玩。那像白天的話，大學生都還在睡覺，就變成是小家庭，可能爺爺奶奶啊，或者是爸爸媽媽就會帶着小朋友出來。再加上因為現在天氣比較好的關係，所以其實Trondheim也是一個觀光客很多的城市。我頭下有看到有人啲嘅用量嘅，唔過我唔知那個是什麼作用？那是電梯。
给脚踏车用的电梯。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其实骑脚踏车的人蛮多的，那这个坡算是人来人往、人潮最多，可是最陡的一个坡。所以政府他们就决定说 ，OK， 那就来盖一个给脚踏车用的坡道。脚踏车其实只要把脚放在那个电梯上面，按一下钮之后，电梯会把人跟脚踏车一起送上去。那这台是我听说是欧洲唯一的一台。所以 Trondheim 虽然係講一個細細嘅小城市，不過佢就很願意是这种。我们这边其實有很多比較創新的一些小東西在，因為其實這個城市算是挪威科技大城，又是很多像醫學、醫療的一些研發中心，再加上有時候是政府跟大學城合作，或是政府跟醫療中心合作，我們就先試看我們這邊反應怎麼樣，如果好的話再推到全挪威去。有人講，共強建設反映了城市嘅性格，人口17萬嘅 Trondheim。其中有3萬3係大學生，城市後生發派的氣息，每本人從頭唔記得。Trondheim其實係一個歷史悠久嘅文化古城，漢卡係中世紀挪威嘅首都，地下就到世界前輩的中世紀交通，尼達羅斯主交通，來談這當時嘅歷史故事哦。其實你現在看到後面，這是我們這邊的主教堂。然後，其實現在的挪威國王當初也是在這邊加冕的。我們這個城市算是當時維京國王，他把這個城市把他的政權交出來，交給當時的歐洲王室。那當時歐洲王室他們代表其實就是天主教的力量，所以這個教堂可以算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座。所以你看剛剛那邊我們有一個牌子，它那個牌子就是挪威朝聖之路的起點。當挪威還是就是維京海盜王國時代 ，Trondheim 其實是挪威的首都。你咪嘛該不會抵安東嘅歷史啊？求知欲很旺盛。對啊，因為以前在台灣就是做記者做習慣了，所以有時候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人，就會上去說你在幹嘛，然後或者是說看到一些有一些什麼有趣的東西，就會想要去把它查清楚了。那因為我老公他也是那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那種個性，所以就我們兩個人可能也是這樣，所以才在一起吧。所以就會問很多東西，所以就會慢慢就會知道衍生出來。好理由嘅就來，從年啲歐洲各地做頭路，累積了豐富嘅實務經驗，對採訪寫作、飯店管理、網絡行銷，也下變做全職嘅瑜伽先生。人生各個團隊認真喜好嘅佢，對事務有動態嘅好奇。我等也擺來訪嘅時機，都好讀到挪威高中生嘅畢業季節。萬那嘢都可能到做定吊帶褲嘅後生人，等就來看下貼皮嘅文化哦。從我哋條下看到這種 Roots 的那種學生，他們是會做什麼活動嗎？因為其實 Roots 代表的是他們今年要畢業了，所以他們會在期末考之前做這一系列的狂歡活動。那他們的服裝也會因為不同的那個在學校高中或高職不同的主修有不一樣。藍色的話是念那金融，對，黑色的話就技職類，紅色的話就是一般高中，紅色會看到最多，然後他們也玩得最瘋。趁着要考試前，先玩瘋，然後之後就專心念書，靜心下來，收心。對，就是有點類似收心前的最後狂歡，這樣。Did you finish your school this year? Yeah. Oh, congratulations! Everyone does that. Congratulations! So is it like only the graduates of the year get to dress up? Yeah, because we're like finishing and we're celebrating that we're finishing the last semester. What's your major in school then? Music. Music. Okay. Because there are 3 types of studies they can take them, then they get red. Okay. Do you still have some Roots card? What is a Roots card? 它其實就像是 Roots 文化的一部分，就是他們會做那個 Roots 卡片啊，這個名片就是名片，就是說怎樣你要收集我的名片嗎？它有點像是那個足球明星卡的感覺。More like a tradition for. Yes! Wow, that is so cool. Are we allowed to borrow it and wear it for like 5 seconds? Can I? Thank you. So I'm a partial Roots right now. Now you're on Roots. This is so interesting. Wow. 停不下來了. This is so fun. Yes, of course. Can I have the pen? And tell me what you said. It's mainly the congratulations for yours. I said Trondheim is really fun, and really fun is in Chinese. Okay. 當年度嘅5月，挪威嘅高中畢業生就會變做特別嘅身份 Roots， 佢哋會做學校嘅種類，做定專屬生物嘅衫褲，還會喺時期舉辦各種嘅活動來慶祝。
5日嘅高中生清泰嘅傳統，未為嚴峻嘅挪威帶來發拍嘅氣息。喺按部條 Rus 清泰發通開始之前，就來我先帶眼去嘅貼片嘅沙期，繼續感受 Trondheim 嘅包容力。你馬該亞呢個看起來建築樣是有種 underground 的感覺。其實我們現在進來這一區啊，是Trondheim 比較特殊，甚至應該要說是挪威比較特殊的一區。我們叫它 Svartlamoen 小黑貓的意思。然後主要是一群文化工作者，像樂手啊，然後藝術家，他們認為說他們不太喜歡目前的社會被資本主義所控制，然後也不太喜歡現在主流政府的一些做法，所以他們就是集體起來做了很多活動，然後做了很多簽名聯署的活動，然後希望可以政府可以給他們一區，讓他們自己自治，然後讓他們自己管理自己。所以現在這一區大概70幾棟的建築，他們都是居民自己管理自己，他們有所謂的管委會啊，然後他們的自治區嘅類似像一個自治區的感覺。Hi. Yeah. Hi, it's the host Sharon. Yeah. Barbara, do you live here? Yeah, I live here. So what do you do here? Like, I mean, like, do you work here? Living here is working here. Do you also organize the party for the event this year as well? We all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place. That's like the whole point of living here, is using the resources we have as a community Yeah. to do things. If we're gonna do something drastic, we have to vote. It's a flat structure. Ah. So it's like everyone has equal rights Yes. here. Sometimes there's, arguments or whatever, but Different usually opinions, different opinions, different ways of doing things. The main thing is that usually we fix that. Usually we get through that together. So in the end, not everything feels always positive. Yeah, of course. It But does. I don't think anyone feels that anywhere, so I think that's a normal thing. Hi, I'm July. 你好 Sharon. 你好 I didn't order him. He lives here. I see, yeah. 是您来这儿拍东西是吧？你为什么会说中文？啊，我以前我住在北京，那为什么你会想要搬回来？因为想回家呗。想要回來嗎？想要回到这个地方，对啊，对啊，这是我家哈，对，我老家。所以在这里其实是很自由的，对吧？你自己生活起来。对啊，对啊，就在这兒想幹嘛就幹嘛。比較舒想幹嘛就適啊幹嘛。離開 Trondheim 鐵路區嘅 Svartlamoen 係北上向政府局體，用居民自治嘅信任出彩區，上到嘅東東冇政府注意嘅人，讓議會創造嘅人類也生發。佢哋用付出共享嘅理念經營社區，形成嘅貼片嘅細社會，對稅務加稅、議會參加，就連用嘅提升都市生態平衡，都有自家嘅貼片做法。社區嘅免費商店係希望做得到付出嘅理念徹底落實啲生活度。哎，你看，青島嘅東西呢？對啊，對啊，對啊，哦，哎，各類都有，你看。不過衝擊到兩筆真金黑，就是你有嘛該你覺得你不需要用到，就真的會拿來這裡放。然後有喜邀給你，他們也會從這裡把東西也拿走。對的，因為其實外國人他們有一句話就是，我們家的垃圾會是你們家的寶藏。對對對，所以就是我不需要的，那就讓你拿，然後我也不多拿，我只拿我需要的。我覺得來這裡也是很好，大家我有需要，而且這也是幫忙互助嘅一種方式。留用東西換東西冇共嘅概念，社區留用唔到嘅東西不用強下，是有需要你就做得來拿，冇天錯嘅交換。佢哋認為東西係唔係做得本人用，居民係唔係做到唔少事做，比人講嘅公平更加重要。居民留自家對生活嘅理念，落實啲社區嘅運作度，同時沒想到有共用理念嘅人類。这个是我们这边最大的一幅画，你可以看到上面的那个2个画家的名字现在还在。这个地方是 squat，是一些穷的人會在的地对方。对，已经在这生活，有了家庭。完，政府呢那个时候想拆这个地，完了他们想卖呀，或者做成商业区啊。很多 artist 那个时候非常保护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
朋克音乐家，然后画家也当时也是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一些有名的画家，他们过来 support， 墙上画一些花儿，比如说这幅是最大的。完了，我们还有一些是在门框上面，像那边，所以他们窗其实户上面，整个社区都有帮你们，就是做那些小的画作，是吗？对，让你们政府去拆这个地方，让你们更加有一些难度。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很聪明，就是我们为了文化保存，我们不要跟你们用硬的方式，可是这个是很软，硬碰硬肯定没有用啊。对啊，而且这个是双赢的一个做法，因为它变成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啦。而且你可以做的condo，就是懂得给你都很希望这个地方它可以存在，然后保有它很有特色的价值在。而且大家看到你们这么努力，想要保有你们的信念在，大家一定更愿意付出。信念是一个词，我们一般就是想保住我们的家。對1970年推公園始終體，天天嚟變做特別次文化嘅 Swartlamon， 其實經過多年嘅政治抗戰，一直到2001年得到政府許可，見面老政府簽合約，票下土地，還老社區尊重挪威第一隻城市生態好嘅實驗體，當到學術等東新嘅觀念老建築嘅方式，每為現在對新嘅事物較有包容力嘅 Swartlamon 來進行，也為還較摩天嘅指定各種黑嘅方式。他们还有一个地方是会住在巴士上。Everybody, this is my show. Gosh. 还有一个地方是会住在巴士上。对，最早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是打开的，完了有2个 bus，大巴都是私人买过来的，所以他们过来，可能就是从邻居接一些电，完了水都是从邻居地方拿水，完了就开始在这儿生活。现在呢，这些大巴在这儿呢，他们每个月呢是需要付一些钱的，可能也就500块。就比如说可能500块是为了电和水，所以这个就跟 nothing。差不多，对他们里面其实设施什么都有，客厅啊、厨房啊、卫生间啊，这样其实也是一种自给自足。对啊，就是取自己需要的，需要的东西你少了，真的是少。你住在一些大的城市，你被各种的诱惑，会有物欲，对，各种的诱惑，物质各种的，你需要的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还有一个东西，你坐在看到2位给你，真的每一个人都在倾诉彼此。像安永，我们这样一进来，原本。那天之黑熊公就来要介绍2个地方，唔过唔黑你太假迷给你说，我帶你去那里，我帶你去，你就真的看到2名给你，真的是我觉得很善良，我觉得热情吧，很善良。來訪 Swartlamon， 本眼看到生活嘅各種可能性，加上2位唔單唱係展現理念嘅素材，還卡係2位嘅包容力，本地傳統社會度冇辦法接觸嘅人，都有機會親情做起家。來到 Swartlamon。我嘅心像被長長嘅爸爸開咧，現在安步到來，我哋可以記錄看一下 Ruth 嘅北點子呀。Hi guys, we're doing. No, wait. We're doing. No, hurry. Everybody, this is my show. Gosh. We have been learning about what Ruth is, and we're just experiencing how you are. It's so hard. Yeah, it's crazy. 17. Yes, you have to put on this. Okay, I will. I need to calm down a bit. 第一下我就會去加入佢哋嘅 Wildcat Group。其實我咩唔掂，佢哋會做埋嘅唔過，我就跟他們一起玩。Too small. Oh wow, that's why. Can you tell everyone what the blue color, which department are you in? It's economy. Oh, she's from economy. So tonight is the craziest night? No. Oh my
Next quiz is like Can we follow you later? 幾個鐘有冇跟齊？好，不管。 We like party for 17 days. Really? Yeah. 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Party. It's like graduation. Yeah. Yeah. So Before the exams, it's really I weird. know. I heard because like right after this, there's an exam, right? Yeah, next week. 見到就係講話，就雖然已經考試已經會來，不過就是人生只有17一次啊，故所你還是有那個時間，還是一定要盡量去 party 嘅。Oh, guys, wow, you look good. 國慶日之前嘅清明日在安布，川漢衝老爺搞本嘅 Rose， 等等子時到來，規則上市嘅 Rose 上村弄弄之類，小腦上引體嘅幾條街路，從唔本上市嘅困強用，展現出無人做得地動嘅長春發力。時尚係17歲時節嘅狂 ，alcohol party， 無自己嘅閒鬧，可能再過10年、20年，看起來有啲嘅聲音嘅樣嘅，不過千面故想會變做太人嘅樣嘅，就係親算係廿隻年紀嘅樣嘅咩？可能一生人就只有一個時節，按樣嘅時空，做得老平態嘅朋友，向下經歷暗狂嘅17歲哦。We were, in the group, but I wanted to ask different people about different opinions on Ruth. Can you introduce it a bit right now? Like we're calmed down. Yeah, just about the pants and all things. And why do you wear this? Okay, or the tradition. The pants, the red pants, is because we went to high school in 3 years. If you are blue, you can go 3 years or 2 years. It's like different about the schools. Everyone with red pants, we can go to universities. But another thing, is everyone partying like this? No. Even though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go partying the roost, but then there might still be some people who wants to stay out of like all the party because you go crazy, really crazy, right? Like sports people. Sports people who train very much and don't wanna drink to ruin that. Yeah. So they stay away from the alcohol. You can choose what you want to do. Yeah, because like since you're going, she's going in a Christian school, Yeah. even though she's not Christian. Yeah. So she chooses her own ideals. I go the sports line. Yeah. Even I care about football. are your parents worried about this? No, they say good party on Sunday. I'm like, yes, of course. 等到國慶結束 ，Rose 就會轉到佢條常態嘅生活。第一生人100嘅 Rose 轉述時空，有人先出狂歡喧鬧，沒有人先出到故意演行山。不過無論怎樣，自家嘅長春自家嘅天。諾比人空出嚟5年，本大家經歷一個時期嘅少年，變做唯一嘅主角。伊也狂歡過後，川漢又轉到頭髮嘅樣嘅，做也按部衝一場夢。沙會沉起來留啲大嘅曝光夢嘅聲音嘅情感度。接下來繼續聽聽 July 來探索川漢咯。我们这一排在川汉来说，就有很多设计的用品店。像刚刚那一间的话，它是芬兰的牌子，所以你看到它有些花纹，那些颜色用色很鲜艳的。那这间店的话，我之前常常来买小朋友的用品。街头的 fashion， 街头时尚就是运动装。健身，然后养生，还有健康类别的消费最高的城市其实是川汉，而且已经好几年都是连3连冠。它是那个北欧风的小朋友用品店，然后里面你就看到颜色就是搭配的很粉嫩，然后现在因为春天到了，空念片是缤纷的色彩。对啊，对啊，你是说真的？就是从服装啊、用品都有，很可爱。然后它的橱窗每次都会换，有时候我會來參考一下橱窗的擺法，然後回家設計我小朋友家裡的樣子，對小朋友的房間。July 講來到北歐，就睇自然風景。
卡做唔代表过记条嘅设计考试，是按个各国创意实习提升产科细点嘅，加也来了解目标用上市嘅设计风格，含了经历整理出数据出来，也下虽然都系阿妹嘅成分，不过对新师傅嘅好奇心，冇因为安尼就减少，颠倒以为目标用嘅观察构图。佢每年就停定出来来看挪威人用嘅打错服下、打错手法。因为我想要挑我之后教室瑜伽教室新的瑜伽教室那边需要用的一些家具，所以我想来请你陪我来逛一下。对啊，那像这间店 Klemhuset， 它其实它除了就是家饰品之外，它有很多的家具，不是我们传统印象中所谓的北欧风。而且其实你看两个，你会觉得这个很不像北欧会看到的东西，因为很热带。因为其实对我自己的感觉是，对挪威人来说，挪威的居家并不是说一定要把它用的所谓的北欧风格，而是说你自己知道你想要怎么样的元素，你从高档的一些设计品牌去找到你要的元素之后，然后你在不同的店里面去挑你喜欢的单品，你可能会有一两件高档设计师的东西，可是你的小配件可以随机结换的小配件，那你就是在比较一般价格一般，像 IKEA 或者像这样子的连锁居家用品店来购买。其实挪威人我们在做居家摆设的设计的时候，我们不会说一定会拘泥于说一定要哪一种风格，我们会比较走混搭风。比方说，我可以东方的元素跟西方的元素，或是印度风跟那个禅风，印度风跟禅风混在一起，或是甚至是非洲风，然后跟北欧风混在一起。所以从挪威人给了解福卡蒂不会没事。如果我自己选择说我要更多元素在家里，其实他们是很包容度很大的。对，我们这边包容度就是其实尤其在窗台，我觉得对啊。那像我现在在找店里面东西的话，我还是会就是因为是瑜伽教室，又是那个阿育吠陀的诊所，所以还是希望找比较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对，比方说像这个灯，就我觉得很适合放在我们柜台，然后像那个柜子就很东方的感觉。你越敢玩，其实你家里会让你变成一个你很想回家的地方。就来讲，唔但像挪威，规则北欧差唔多都有一种混合下嘅消费体质。每因为北欧人啲活下嘅时间较长，佢哋当好用时间来涂活下用嘅摆设，混合下还较舒适。每变做挪威人创业嘅法通之一。涂好类型工作室嘅摆设物，等一下停出来，体验一下乜嘅宜家老宋波。可是现在处于一种就是很松，然后有一点睡眠状态又开心了。我就发现我好像很久没有听自己身体在呼叫了。我就觉得终于我听到你的需求了，然后我现在 answer your call。对啊，就回应他。练习瑜伽最重要，并不是像你去健身，并不是做身体，而是透过把你的身体打开。我们用不同姿势把身体打开，然后让呼吸变顺畅。因为你呼吸要深，你里面的能量才能够运作。当你的里面能量可以运作之后，你可以疗愈的就不是你身体的问题，还包括你的情绪、你的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还有像我原本就是想说，这可能只是简单的瑜伽课，然后只要你是满，你不断想要进修，满，然后中文、英文大概都有。其实也算是自己的兴趣，因为一开始是我自己觉得瑜伽帮了我很多。因为像我们这边来说的话，在冬天的时候，因为太阳日照时间比较短，人很容易变得比较忧郁。你会比较郁郁寡欢。那透过瑜伽练习，或是透过阿育吠陀的按摩，其实可以帮你舒压，然后可以帮你就是在身心灵获得平静。你看那路上看到很多人，他们其实一直都是在运动，两个上司特别是。对啊，我们常说川海其实就是你看到街头的 fashion， 街头时尚就是运动装。其实挪威政府他们有去做统计，就是各个不同的城市在哪一类型的消费比例来说是最高的。那在健身、然后养生还有健康类别的消费最高的城市其实是川海，而且已经好几年都是蝉联冠军。你的学生里面，嘿，
亚洲人比例高还是？我这边的学生都是外国人，我只有一个亚洲学生，可是他是加拿大人。就我这边很有趣，可能也是因为在这边比较少遇到就是说中文的乡亲，所以基本上我的学生都是外国人。你之前其实，在瑞士跟时间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做瑜伽，还有阿育吠陀。那两个地方给你的上课的感觉？我在瑞士的话，主要是教瑜伽。我阿育吠陀，因为我的那个课程是我离开瑞士前才全部修完，所以我在这边才开始就是有提供阿育吠陀的咨询跟还有跟印度的医生做联合看诊的服务。挪威的瑜伽比较慢，挪威推什么都比较慢，其实挪威接受度没有像瑞典或者其他北欧国家来得快。像阿育吠陀，我在这边我是全挪威第2个还是第3个在做的。瑞士教课的时候，我还蛮幸运的，就是我当时在瑞士很多的台湾乡亲可以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去服务他们。当时会觉得好像就是大家就是姐妹，姐妹淘的感觉，然后做起来是就是会让我觉得是很舒适，朋友圈在做，你就可以说中文。对，就而且甚至下课之后还会有大家会有一个小小的聚会啊，聊天那些。那这边的话，我会觉得他们更重视专业，就是他们会认为说，今天我会跟着你，不是因为我是你朋友，我没有人情的压力，而是因为我觉得你的专业适合我。这又回归到你一开始，你为什么会想要学阿育吠陀或瑜伽的初衷啊？就是又可以帮助人。在人生6上嘅時節接觸嘅瑜伽，就嚟講，瑜伽唔單止係運動，透過瑜伽佢學到嚟睇自己嘅身體，還可學到嚟接受、留保育。瑜伽帶本佢嘅美好，必定佢堅去學習，每本調白嘅興趣變做你專業。還可變做住嚟啲唔熟悉嘅挪威，容易懂啲嘅創有緣分。So you've known each other for about 1.5 years now? Yeah, something like that. 差不多是这样子。So you continue to take her class, right? From yoga, from Ayurveda. Because she's my favorite. Thank you. What do you mean by favorite? What's so attracting? 因为Trondheim是大学城，所以感觉上是比较年轻的城市，就是没有所谓，你知道我们在学生的时候就会很浪漫啊，然后什么都 OK。那在这边的话就觉得好自在。What do you mean by favorite? What's so attracting, you know? She is very kind and sweet, and she has this huge knowledge in both yoga and Ayurveda. And I both have back, neck and shoulder injury from before. So I really need to work on this part of the body. Yeah. So this class is very beneficial for me. So I'd like to get a little bit into this knowledge to apply to my own life. And as far as I know, she's the best yoga teacher in town. 學生嘅正面肯定，本住嚟嘅天開始重辦自家嘅工作室，堅持4班制嘅教學理念，希望本學生受到更加全面嘅合作，本更加多嘅人認識瑜伽帶來嘅美好，也勸學生未必發嚟住嚟啲Trondheim嘅生活。因为你之前从瑞士，然后又来到欧斯陆，然后现在来到 Trondheim，你发现他们其中不同的地方？其实我很喜欢瑞士，我真的很享受在瑞士的生活。可是瑞士人比较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比较远，然后他们比较保守，所以其实我在瑞士大部分朋友都还是以台湾人为主。Oslo 的话，大部分都是去那边做生意。或者是观光客，或者是做金融为主的，所以你会觉得他们比较冷漠。比起来，因为Trondheim是大学城，所以感觉上是比较年轻的城市，就是没有所谓。你知道我们在学生的时候就会很浪漫啊，然后就觉得好自在。乃谈到青岛跟雄青，其实没讲挪威尼，你是要先认识一些挪威尼以后，才可以融入到这个环境。可是我觉得是你自己。很容易跟人家，也是因为我有在这边教那个瑜伽课，再加上自己又是妈妈的关系，那刚好刚刚遇到那个朋友，她也是妈妈，所以就比较多话题可以聊。妈妈经历，对对对。虽然当了妈妈嘞，不过那种
很好亲近的感觉，很保有的。我是瑜伽老师，可是，在瑜伽老师之前，我是一个妈妈。那在妈妈在更前，我是一个女人。我的老公也很鼓励我，希望我可以保有我一个。就是自己的真我跟女人的特性，对，他不希望我牺牲掉当女人的特性，或是我的需求跟我生活上的喜好，就是一步一步按勇追寻往上走。可是这个都是你气嘎跟基底，对，所以你还是保有它的。他觉得这是我的根本，所以他其实会帮我带小孩，让我有我自己的时间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哎呦，亲好啊！就我还蛮幸运的。最後到嚟仲喺樂觀適應嘅人嚟，是為到下晝到 Stockholm 去學，為到興趣到印度去學，到巴厘島學上坡，喺 Amsterdam 拜師學足量。慢慢嘅探索嘅人生，未因為細人嘅出世，開始喺挪威安定下來。啊，對啊 ，Hello， 嘿，嘿 ，Hello， 这是我老公，他叫 Marcus。 Hi Marcus。 Hello, we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a friend, yeah. Okay. To someone I know from Taiwan, yeah. You're busy with them. Yeah, I have to take care of the kids. Yes, it's the mommy break. Oh, by the way, today is Mother's Day. Yeah, it's also my birthday. Yeah, so we kind of equal it up a bit. Yeah. I just came here, but I think I like it a lot. Yeah. Why do you like it? I like it because the landscape is not so boring. It's the hill and you have the view over the city and also you have some hills on this side. So it's like, it's a nice view, nice feeling. I don't know exactly why. But I think also the vibration of the city is nice, right? Vibration, exactly. Yeah, because it's a very young and vibrant town. Yeah, because it's a university town. Every semester we have new people enter and some people left. So it's always something new. And always some new elements enters as well. Yeah, I think that's the reason why here we have a lot of parties, a lot of concerts, and it's quite concentrated as well. Can you tell us why did you move back from you met in Switzerland? Yes, we met in Switzerland. What happened? We want to raise a family here. Basically. Yeah. It's a nice country to raise kids in, I think. Yeah, and also we think it's better to raise our family because we know that we both have roots in. Yes, we know the cultural and also we know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re. We know what kind of situation our kids may face. You don't seem quite Norwegian to me. Oh, really? Because I heard Norwegians are shy in the beginning. Yeah. Are you a shy person? Sometimes. No, not No, really. I think I should hear from her. 你用的。 I would say reasonably shy. Yeah, you know, like. There's a word in Chinese.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at in English, but I'll just use Chinese. Sure. 闷骚. Oh, really? Yeah, you are like that. 看起來風神碌碌嘅 Marcus 雖然話冇多，不過老細年嘅親密嘅互動都做得看得出佢嘅溫柔。佢每日都好喺 Marcus 嘅生日，就來為到一個心愛嘅男人，會親身落座下來做事，慶祝一特別嘅意義。你以前有煮飯嗎？你說小姐時代嗎？Yeah， 有啦。其實，在瑞士的時候，我就都自己煮啊。只是在瑞士，因為有在公司上班的關係，所以其實出去吃的幾率還蠻大的。那現在因為有家庭，你一家人出去吃其實還蠻。在外面如果最基本消費吃的話是？最基本，像看時段，商業午餐時段你大概70塊克朗。按用係差不多250，差不多250、260左右。那可是如果說是其他時段，你要正式上餐廳吃的話，大概要準備個含飲料的話，至少要300塊的預算。克朗？對，克朗。含飲料啦，含飲料。最基本哦。小新，你要來幫我嗎？你要幫我是不是？好，那你把椅子搬過來。你敢讓他坐旁邊哦？可以啊，他已經幫過我很多次。媽媽幫你，媽媽幫。為母則強哦。可是要小心哦。一邊煮飯。好，這個不可以拿哦。這個哈，那你再幫我在旁邊看好不好？好，媽媽要丟咯，小心哦。你站這邊很小心哦，好不好？哈。那從 Trondheim 到 Oslo， 因為我哋都離 Oslo 很貴，對不對？那從 Trondheim 到離物價相比，大概是差？大概會再貴個1成，將近1成，因為運費的關係。是
是贵，不是便宜哦。不是，因为它这边越北，你要想到欧洲它是港口嘛，所以大部分进出的货品会从欧洲那港口进去，你小心，然后再坐可能是火车或是卡车上来，所以这边会比较贵。所以还要加，那这样不就是越北边暗涌会念为念？越北会越贵。可是如果是挪威自己生产的产品，比方说像农产品的话，就比较没有差。那秋你的生日今天是不用庆祝的吗？一般挪威人是会过生日的，那我们家的话就是吃一顿好的，或是上馆子看那个寿星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所以今天寿星 order 这个是。台式破猪排係 Marcus 親愛嘅一片菜，每邊做嘅熱嚟嘅素魯菜，也建議看熱嚟，對一隻記者變做宜家欣賞，也下又變做為心愛嘅人煮食嘅伴娘。就算做人阿妹咧，還係保有自家嘅特色，也可能就係熱嚟上癮嘅地方。This your birthday gift? Well, this in particular. Oh, this in particular. Yes. Why? The rest Was of there a story behind it? Can I start eating? Yeah, sure. Thank you. 吃吧吃吧。 Story? No, I like meat and I like schnitzel, and this is a very good taste of the schnitzel, I think. Yeah, 的台式炸排骨他的最爱。 I don't know what else. I understand why. Very good. Tastes very good. Then you got addicted. Yeah, I got addicted. 有时候在外面因为吃不到，反而就会很想吃。回到台湾的时候就觉得，反正也还好。就一般生活中就有，就看不到它的美了。Yeah, in Taiwan you use a lot of spices or herbs or something that I'm not used to. Yeah. So a lot of dishes that I tried there that look very good and in my head should be very good, they were like, there was something in it that make it not so good for me. 像那时候带他去吃那个卤肉饭，然后就有帮他叫炸排骨，他就这不是你做的，味道不一样。我在想，你是要我冲去厨房问他们配方吗？ Yeah. What do you decide at home who to do what? Interesting. 我们为了这个吵过几次，然后也争执过很多次。不过他现在比较帮我了。 I really try to help. Yeah. But the thing is that I don't. My threshold before something needs to be done is higher than hers. So naturally, then she reaches her threshold and has to do something. And my threshold is a bit later. So and then the job is done. Like that, yeah. So that But I says told you also, you can anytime just give me something to do. Yeah, I know, and I'll I do know. it. In the future, you know, it's like 'cause then I know it needs to be done. And but it's clear that toilet is yours. yeah, Yeah, totally. 他负责厕所。那个台面上其实有一半的东西，一半以上的东西都係自己唔係就嚟嘅。因为北欧的男生比较爱漂亮，我发现。我们不要翻译成还是你要给爸爸抱抱？你要给爸爸抱抱吗？爸爸。然后去爸爸那边。哦，对。说。韩嘎的女性真的是啊，自己真的会很多做很多事情，你会觉得你们生活上调试是 OK 的，是 OK 的啦。可是他现在也开始跟我提一个观念，就是很多事情你不要全部担起来做。然后他说，只要我肯开口告诉他，他就会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对啊，然后他其实也常常讲说，很多事情不要闷在心里面，然后自己生闷气，你要把它讲出来，他才知道，因为他不是住在我肚子里面的蛔虫。对啊。从你俩他做的就是你开了一个瑜伽的公司算公司啊？对，是公司。就是这个一定也是中间经过很多的困难吧？就是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要去处理。他给我很多建议，因为毕竟还是这边的，他是当地人，所以他比较了解说当地市场应该要怎么做，然后跟政府一些打交道要怎么打交道。最感谢就是因为小朋友还没有上幼稚园的关系，所以我只能晚上工作。他下班之后，那他下班他就帮我带小孩，那我就可以出去教瑜伽，然后出去就是看诊，所以我还真的蛮感谢他。Want to say thank you？ 对啊。It's okay 我们今天已经放闪太多次了。没有，因为其实如果说不是因为他这样支持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又要顾小孩，然后又要顾学生这一些的。对啊，感谢他可以支持我的梦想。Today is also Mother's Day and it's also your birthday. So I leave the time to you two. Thank you, Marcus, for taking care of the kids. Thank you. Thanks. All right, finished? The sweet talk finished? Yes. Okay, Yeah, 去吃饭喽。吃饭吧，赶快吃。按當然過後過去拜訪熱嚟，
看到佢對神盲重新人生嘅獨立生活嘅，一下家庭嘅母愛嘅永遠，對一個人嘅自我追求，行到嚟43年嘅甜蜜刺激，將來老 Marcus 嘅苦痛，每本愛看到嘅婚姻唔係妥協，係體諒。結束訪問故鄉無結局，將來新嘅工作室要正式開幕嘅，唔驚挑戰新事物嘅佢，就算做年阿妹咧，還係向偉大嘅路勇敢向前行。唔過也罷，身邊都係親戚嘅人做伴，來到挪威我發現，純粹係幾多嘅樣嘅。You go crazy or you go home 嘅態度，就係挪威帶俾我嘅禮物。